姑娘们的自拍都不能信，所以，我相亲的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来和我见面？你这同事真的好有趣哦！是很有趣。有一次我们聊天被他看见了，我说这是微信小程序，他居然信了。过了几天还跑过来问我在哪里下载的，他也想下载一个。啊！唉，我们理工科男人的情商，大概就是被这样拉低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也很茫然啊，感觉我智商也很低。我们聊了什么话让他相信我是微信小程序啊？难道是我的聊天记录没有成功的塑造出一个活泼可爱、美丽动人的形象吗？哪里像机器人了？他看的是哪天的聊天记录啊？你发一个给我看看。再见。哎，芊姐，星光活动的地点定了啊，是上海，快跟你家于老师报告这个好消息吧啊！哈哈，今天 AI 暂时不服务。你拍戏拍傻了。工作告一段落，明天做汇报。今天大家一起运动放松一下。加油加油！想看打篮球造型，来个自拍。我试试。自拍拍不好，叫同事拍呢。但是难道这就叫好了吗？同事问我拍照做什么？你怎么说的？相亲。所以他们现在围着我的手机，让我问你要照片。你认真的哦？被我赶走了。你的照片呢？真要啊？嘿嘿嘿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的相亲对象好看吗？喂，我听说，姑娘们的自拍都不能信，所以，我相亲的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来和我见面？